歡迎大家收睇焊接小講堂，今日會為大家帶嚟實戰篇。香港夏季多驟雨同埋颱風，相信好多僱主都好頭痛，因為濕滑嘅工作環境同較低嘅能見度，容易使工人受傷。好多時候為咗確保僱員安全，只能夠停工，導致成本上升。對於焊接工人，落雨期間工作好容易導致漏電或者短路，引發觸電事故同埋直接影響焊接質量。我哋嘅便攜式機械臂自帶 IP54級防水功能，可以有效防止飛濺，喺雨天下工作都完全冇問題。而且喺預焊接過程中，可以對焊道位置變化或者係工件空間作出準確調整，唔需要人手二次操作，更將老師傅嘅經驗數字化。新人亦都可以透過平板電腦遙距操作機械手臂，確保工人安全。我哋一齊睇下成品。今日嘅焊接小講堂就到呢度。如果有咩疑問，歡迎大家到評論區留言，或者直接同我哋聯繫。下次見啦！